日嘅演唱同埋折子戲嘅成功，除咗有賴出色嘅老倌配搭我哋嘅業餘唱家之外，同樣重要嘅就係有專業嘅拍和同埋擊樂名家，奏出動聽嘅音樂先可以錦上添花。贊助大家嘅掌聲，多謝以下嘅拍和名家：色士風簡瑞芬先生，揚琴黃碧儀女士，笛子趙思礦先生，古箏黃玉雲女士，琵琶蘇康婷女士，三弦鍾彭瑞先生，大提琴黃榮嘉先生，低鑼馮宗堂先生，絲鑼譚國光先生，擊樂領導黃漢強先生同埋溫輝雄先生。而整個拍和樂隊嘅靈魂就係音樂領導，佢領導音樂嘅時候要耳到、眼到、手到同心到，缺一不可。請大家以最熱烈嘅掌聲俾整個活動嘅靈魂人物，2日3場演出嘅音樂領導，萬千聲音眾志一心藝術總監兼顧問、粵劇曲藝及唱腔大師劉永全先生。好，再次多謝施工同埋各位拍和名家。好啦，以下歌曲《合兵破曹》係由雙平侯對唱嘅。故事講述三國時蜀國孔明被請到東吳，同周瑜以計一起對抗曹操來勢洶洶嘅軍隊。周瑜想用難題試探一下孔明嘅本事，叫孔明喺短時間內趕急製造戰資。孔明用極其慳水慳力嘅方法，以草船借箭，輕鬆解決咗呢個難題。周瑜又打算用火攻燒毀曹軍嘅連環船，但嚴寒嘅冬天又點會有東風呢？周瑜鬱鬱不安，詐作病倒。點知孔明話佢可以借助東風相助，雙方終於協議合兵攻曹。由潘一凡先生撰曲嘅《合兵破曹》，請嚟歌曲原唱者粵劇紅伶新劍郎先生飾演孔明，同業餘唱家張建宗飾演周瑜，大家細心欣賞。將福強，
降。結盟劉玄德，合兵策劃斷防。思前空中韜略，破敵有妙計闖天，偏要作龍無謀破曹，神入心。任他百萬雄師，終緊是同螻蟻。憑那天漸長江，定把曹兵水葬。諸葛孔明是安心腹之患，看他奇謀借箭，真果是智勇。無雙，只敬傳言，說他能療眼病誠意樹前身，好待他前來探訪真豔陽，佢假豔陽，我預料佢用計實在全無並狀，攻心計裏欲謀害我，能行平安。諸葛亮謀早已預防，虎穴同面竟也無妨，吐光向敵營，借來萬箭保身安，為令
要將身送恭謹到才殺得我，又幸我應有良方，明知佢意一集傷氣，我誠心過認。他望遇到營前大山人戰隨，參見都督啊！先生到來，先生請坐。家坐。剛僅不知先生大駕光臨，恕我抱病之身未能恭迎，其為體諒。經聞都督你身軀不適，故此特來問候，望都督你早復安康啊！先生了善了，本該的。人問道説道督好讓我應求安，小樣可夢成衣裳，窺探的形感無神迷惘。身許國並都也是平常，都督重心於國事未安，上蒼庇佑你人無恙，天降災禍，天意不可量，捐軀報國，要與貴吉祥。小兵又何須憂傷？勤曹兵囂張，我略嘅解其王隨兵將。先生快開放，可保你安康。先生愛戴永記不忘。又似中捐過嚟，雲房之後。不出殺人所料啊！周龍佢揸兵來有份將，此間
雞門得過別一難門亮，已如我詐有何壓，都獨你笑寒身路做像我望問切無平安，為是你600票和無兵裝，想必是積勞成兵，在心防壓心兵節無神退爽，未覓得楊枝甘露，並無防壓，無可來濕若難求，不勝惆悵。林中府早晚誓高陽，周公瑾揸兵來瞞諸葛亮，可笑他棋差一着比能長，可曹兵還以將成功人，他便名似揚。先生如何啊？望你突破海角天涯，誓將心約來尋方都督啊！都督欲求心若智，只怕天涯海角兩茫茫。先生豈不是冇得意？先生有得意，只不過都督你嘛。我看出都督嘅兵語，不若同把心約，書於掌上。都督呢膽如何啊？如此說，先生前都督前。先生，我哋書寫已成，可否交換一同觀看？好過一同觀看，如此說，都督前了，前。都督啊！欲破曹兵須用火，同是英雄之見，你我偷略不屈從。哎呀！恨空面，他有超人智慧，真令我寢食難當。
裏暗藏刀，真令我仰慕先生愛惜過。過獎了。一字雖能遼軍兵，為是欲求全業，且待我開放。當中16節，保你若到回春，倘若不靈，啱曲面。怎麼呀？我願擔承罪狀，稍大。藥方在此，請都督一看啊！大謀已過。欲破曹兵，須用火攻，萬事俱備，只欠東風。萬事俱備，只欠東風。哎呀，好！先鋒對正氣如狂，又勝楊枝，今路江連環船上使墳場。哎呀，我念到隆冬何處有東風，我不敢退言若喪。都督又何須氣餒呀？曹操難免此災殃，唐統進言他經常當，連環算陣似平陽，佢屬識天文，知無東風降。咁點？山人自有東風，可借啊！先生能借東風？失禮，山人馬曾集此道啊！哎呀，令我無限驚惶。他屬雜頓甲奇門，才智居之上。先生能呼風喚雨，恭謹敬仰，非常不簡單。請都督高搭壇台，我作法助你牽旗。你將東風借
理想。把東風遮早日白色都話唱，能助我火攻這幫忙，憑你撫慰敵膽啊！看。他日何曹你共居手，一念到生靈塗炭，又覺罪難當。望都督你助我成功，珍重一聲你保相，山人交退了。先生，前周郎他少女藏刀可錢糧，且看我安離虎穴，還經商。兔死狗烹，你休怪我周郎無量。待等你把東風借取，然後便了進宮藏。閒台下滿布伏兵，謀將你奪為玉章。我細除此心腹大患，大丈夫應有狠毒心腸。哈哈，哈哈，啊哈哈哈哈哈！我笑空面生死在吾手。